汤济运除了方便要出国的民众去机场，嘛是真济桃园往回台北上班通勤民众的重要交通工具。不过，因过直头的警车是无停 A7体育大学站的。不过，伫咧遮坐车的人其实嘛真济，上班时间拢会排队排甲长落落。所以讲，即阵捷运公司就宣布，甲透早7:41。本地无停 A7的警车改做逐站拢停，希望安尼加一班车会当解决 A7坐车的民众因的困扰。上班时间来到机场捷运 A7体育大学站，规个车站拢是人排队排甲落落长，这是旧山要去台北上班的民众，逐工拢爱面对的问题。因为 A7上班的人住进来的人非常多，然后再加上班次的间距真的太大。所以说，那个每一班真的是挤的是真的都很夸张。而且目前桃园旧山区就干那 A8中间平移站有直头的车帮，经过 A7体育大学站的人过无停，这互民众感觉真无公平。这里搭车的人也蛮多的，对，所以会觉得有点为什么 A8有那 A7没有的感觉。为着要解决民众的问题，机场捷运宣布对10月份开始取消透早7:41 A8中间平移这撮直头的列车，这班会改做每一站拢停。不过有议员指出，安尼做法无度真正解决问题。这只是暂时的做法，根本的做法是爱共款换系统，买车厢增加班次，才是咱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啊。那有关于桃捷公司增购列车的进度，因为车载号志系统有部分设备已经停产，那经过扩充系统的报价高达新台币110亿元。那我们后续将视整个运量的一个成长状况，滚动检讨列车增购的需求。桃园捷运表示，若是要买新的列车，就需要把规套旧的号志系统换掉，是大笔的经验。而且目前这套旧的系统评估阁会当用20档，所以未来会思考配套应用。目前优先考虑透过取消直头的车帮，也是增加车座来改善通勤问题。记者戴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。